色眼的查某囝着大阵欢喜，耶路撒冷的查某囝着出欢喜的声，看你的王来进军礼，伊是公义，搁行拯救，温柔搁骑驴仔，搁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仔囝。我要拄去以法莲的战车，甲耶路撒冷的战马，交战的弓也要拄去。伊要对列国传和平，伊的官兵要对即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到地极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84首，圣诗第84首，大家大欢喜，学老来吟诗。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
死埋葬荣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高压上天，打这个全能的白上帝大名，你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神，中道教会圣道上通，最赦免，肉体高压，永远的大名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28篇，启应文第28篇，上是4篇118篇。我来客请会众来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，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起厝师傅起杀的少。这是上主的作为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解救阮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这是三角仰头来祈祷。求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咧保守的，互阮拢得到平安，献上感谢。伫即个受分别的早时，受分别的正主日倒一届三重组织，伫即个遮内面领受你的话，激励阮阁有气力来走主你的使命，将福音传出去，点到阮火热的心，互相扶持帮赞，为主的名来跑走。今日也是守圣餐的主日，求主，互阮阁一届来效念主为阮所担当的一切。阮着安怎样行来回应主的恩典，使阮有同心合一的意念，向前行，无阁回头看后面。求主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中有辛苦病痛的，也是心灵忧伤、丧失的，求主伸手安慰保守伊；也有拄着合意主动的，求主保守因。伫出门在外的兄弟，有你的灵引带保守，这是求主保守陈牧师所分享你的话，有对你来的感动甲气力，真心拍动阮每一人的心。阮来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咱甲来看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1章，马太福音书第21章第1节到11节，现着我来读。因行近耶路撒冷，
到北法记甲甲干那山的时，耶稣找2个学生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南边会拄着一只驴北地，有驴仔甲伊伫地偷开牵来我遮。若有人甲恁讲啥物，恁就讲主欠用伊，伊连面要送伊来。这个事情是要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，讲着甲孙城的，着甲孙的查某囝讲，你的王来上群你，温柔骑，要搁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仔。学生去照耶稣所吩咐因的去行，牵驴甲驴仔来，将家己的衫取伫因顶面，耶稣就上去骑。众人中较侪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，有的草树枝铺伫路里，正行后队的众人发讲。台北的后裔，何山啊！伫主的名内的，应该得到贺乐；伫至悬的何山啊，引入耶路撒冷，通城摇出，讲这人是治罪。众人讲，这个是先知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啦。这是赞美，请圣乐队纪念我。
正道，这是正道，请牧师题目是坐伫驴仔囝顶面迄位，坐伫驴仔囝顶面迄位。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用大心，咱个一摆做来感谢。亲爱的基督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即个圣的主日，阮做一届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来领受主上帝你的启示。即个主日特别是即个受难周的第一日，就是樟树主日。通过即个主日以及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，我们做一届来反省、思想家己，到军队主耶稣你的脚步，来行踏即条正常的道路。伫阮是正常道路的部分，阮敢来经验你的死甲搁活，就是致使阮的脑骨活出基督的形象。愿主上帝，你的神帮助阮，伫阮的心甲阮启示，甲阮感动。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。愿咱的向你祈祷、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大家有听到这个麦克风的声吗？安尼有听到无？好，咱下当照常掀开咱的圣经，做来领受今仔日上帝要启示咱的即个话语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，伫4本福音书拢有来记载。咱对福音书的记载的人物，咱拢普普知影讲，因为遮的读者因的处境无同，因所拄着的问题无同。所以，伫到讲这4本福音书的作者对耶稣生涯的这个服侍，不管是编排还是讲内容的这个收集，拢有小可无同。总是咱对安尼就会当知影讲，今仔日咱所领受这段经文真重要，因为4本福音书虽然讲编排无同，总是偏偏伫这段经文并无啥物款无同款的所在。而这段经文对咱基督信仰的内涵甲传承非常的重要。总是这段经文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吗？耶稣伫世间传道的生涯第3年，伫搬过节要到进前，来到耶路撒冷做备班。通城的人，而且犹太人为着要过这个搬过节，因大人拢欢欢喜喜。摕樟树枝，甲因的衫铺伫涂骹来欢迎主耶稣。犹太人民欢迎伊，欢迎主耶稣，是因为因拢认同，认为耶稣是以色列一直咧期待迄位弥赛亚，就是过去上主通过先知所预言要来迄位拯救者，迄位救主。不过，为什么这群犹太人民要摕樟树枝？这对犹太人来讲，虽然外表看起来，这个樟树枝亲就是宗教性的这个行动，总是因内心所想的是政治性的这个动机。为什么？因为搬过节并无需要用到樟树枝，迄是大平仔节、祝棚节。大平仔节才有需要用到樟树枝来搭平仔，所以这个樟树枝的出现，是这犹太人雕工来摕来用的。犹太人使用樟树枝有伊象征的意义，这个樟树枝代表是得胜、愿望甲欢喜。耶稣3冬的这个传道，互济人拢接受伊。就是上帝所差派要来的弥赛亚救主，因为对伊的传道过程中间，因拢看起耶稣的身躯顶有上帝的权柄，伫伊的身上来显现。所以当伊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，人人拢摕樟树枝
甲一个衫铺伫涂骹来甲因欢迎，而且倒一下话何山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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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动作有欢迎的意思，同时也是咧宣告将来要得胜的这个意思。佮犹太人所画的这个何山那，是这个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，就是恳求上帝拯救的意思。总是来到耶稣的时代，这个何山那，何山那，一定对恳求上帝拯救的意思，真做阿乐欢喜，感谢这个代名词。不过我相信，一当时犹太人的内心，当伊伫喊何山那，何山那的时，不只是一下欢喜阿乐，伊嘛是对因的内心伫喊话，向耶稣喊话讲：救援，主耶稣救援。因即群犹太人，因一定经历济帝国的殖民统治，对主前不管是亚述、巴比伦，后来希腊，到当时的罗马帝国，拢真做因真大的压迫。所以因毋茫会当对这个帝国来得到讨棒，性命会当得救。所以当犹太人摕衫甲棕树枝铺伫涂骹来迎接主耶稣，喙一下话讲何山那，何山那的时，因毋若咧懊恼，咧感谢，咧毋茫未来一定会得胜，因嘛咧向主耶稣呼求，主耶稣会拯救。除了欢迎耶稣的民众，因表现出较无上帝拯救的欢迎以外，棕树主日的其中一个重点，就是先知预言的这个应验。这个拯救的应允，上帝伫旧约时代有通过先知撒加利亚有来预言未来要有拯救来降临。到这个拯救应验，是一定通过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来应验。咱手头若是有圣经来当做伙来看，甚至你来当掀到旧约撒加利亚书，就是先知书，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，先知伊安尼记载，伊得到启示安尼记载，伊讲。錫安的查某囝就大阵欢喜，耶路撒冷的查某囝就出欢喜的声，看你的王来就近你。伊是公义，佮行拯救，温柔佮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仔囝。咱嘛知影讲，伫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进前，伊有先来到橄榄山。耶稣去到橄榄山，其实嘛是应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。伫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内底有讲到橄榄山，这个橄榄山是啥物所在？是上主要降临为了耶路撒冷来征战的所在。橄榄山是上帝降临为了耶路撒冷征战的所在。咱小共款会当掀开撒加利亚书14章第3到第4节，小共款是撒加利亚书14章第3到第4节，我来读。迄时耶和华要出去，甲遐个国交战，亲像进前临定一日交战一样。当迄日，伊的脚要徛伫橄榄山，这个山伫耶路撒冷头前的东西。橄榄山要对中间来裂开，对东到西，真做极大的山谷。山的一半千山往北，一半千山往南。无毋对，主耶稣伊要进入耶路撒冷进前，去到橄榄山，就是应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。伊要来为着犹太人，为着耶路撒冷。来征战，总是主耶稣所要面对的征战，毋是用暴力，毋是用兵器，嘛毋是属于政治性的。耶稣的征战
是属伫属灵的即个征战。耶稣的征战，毋若是属伫属灵的征战，伊嘛是为着咱每一个人的罪甲死亡的征战。耶稣的征战，伊无要去取啥物人的性命，耶稣嘛无要去压制啥人。耶稣面对即个征战，伊为着要得胜，有其中一个方式，唯一一个方式，就是牺牲伊家己的性命。即个征战较有法度来得胜。所以咱看去讲，伊甲一般的君王无共款。君王入城是骑战马，总是耶稣是骑驴仔囝。上帝所差派弥赛亚是一位通过受苦甲受死来得胜的弥赛亚。要爱会当受苦，要会当面对十字架的苦难，就必须爱先看清家己。当耶稣骑驴仔囝入耶路撒冷的时，不只是应验先知的预言，同时也表达耶稣为着要拯救全人类，伊愿意顺服、谦卑到落尾，来面对苦难甲十字架。不过，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进前，有3摆往伊的门徒，就是家己的学生预言家己的受难甲割活。其中第1摆甲第3摆，拢有表明伊的受难要伫耶路撒冷来发生。耶稣伊往伊的学生预言伊的受难甲死，其实是咧往伊的学生邀请。伊邀请伊的学生，看因够愿意跟对伊，为着人的罪，甲伊做伙来面对苦难甲死亡。耶稣的预言相当是往伊的门徒伫做邀请，总是咱对福音书的描写会当看去，咱拢知影讲耶稣的学生中间，无一个人会当了解伊的苦衷，无一个人会当了解耶稣的心意，也无一个人会当跟对主耶稣行到落尾。所以受难周的第1日，也就是棕树主日，是一个互咱的心情真复杂的一个节日。一方面，咱真欢喜，上帝的囝主耶稣基督骑着驴仔进入耶路撒冷，为着你我的罪来牺牲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咱的罪却是互上帝，互咱来做代替，为着咱的罪，伊受苦难、受逼迫、受苦、受死。伊都为着福音、为着真理、为着全人类的这个救赎，耶稣基督伊嘛有邀请伊的学生做伙来同行这条苦路。总是最后，伊犹原是孤单一个人来面对。所以讲信周，也是讲受难周的头1日棕树主日，互咱一个上大的属灵反省甲操练，就是咱若是当时耶稣的学生，咱兼愿意甲耶稣行到落尾。通常咱拢会讲咱愿意，总是当代志发生的时，基本上咱拢是无愿意。耶稣学生无法度甲耶稣同行到落尾，是因为伊将来都无认真去认捌过主耶稣。伫马太20章20到28节的所在，咱当掀开圣经，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的所在有描写，有2个门徒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受难进前，这2个学生请因的老母去甲耶稣跪，去甲耶稣求啥物代志？求耶稣，因若坐一王位的时，因这2个囝，一个要坐正边，一个要坐倒边。意思是讲，耶稣做王的时阵，因要跟做大官。其
其实耶稣面对即件代志，不止啊伤心，互伊搁较伤心的是，除了即两个门徒求王位边仔的大位以外，其他10个门徒嘛因为安尼来受气，因为其他10个认为讲，恁即两个人哪会当走进前？意思真清楚，即12个学生无一个甲耶稣共心志。当耶稣劝勉伊的学生了后，伊就离开耶利哥城。伫这中间，伊拄着2位亡人，就是目睭青迷的人，在一路边。因遮听候耶稣经过的时阵，要来向耶稣喊救命。因喊啥物？因喊讲大笔的囝林明远，大笔的囝林明远。四周围的人感觉讲，即两个亡人足吵，足无礼貌，干足悲，叫因点点。即个欢喜的日是要喊啥物货？总是愈阻挡因，愈但责备因，就喊愈较大声，喊主啊！大笔的囝林明远，即两位亡人敢向耶稣喊救命，是因为因真清楚，耶稣毋是政治性的弥赛亚，而且因是向耶稣喊主啊！主啊！因称呼耶稣是主，就代表讲因认同伫耶稣的身躯顶有上帝的权柄。虽然因的目睭青迷，总是因内底的灵性并无青迷。因虽然看袂起，总是伊比在场所有的人更较清楚，耶稣是一位什么款的弥赛亚。入去耶路撒冷进前，耶稣又找遣2个学生去牵驴仔来。耶稣要使用即只驴仔，总是咱对马太记载内底，会当来看伊讲，并无描写讲即2个学生是啥。福音书嘛无说明讲是啥为着耶稣来陪伴即2只驴仔囝，也是讲即2只驴仔囝是耶稣早就陪伴好，只是先寄入人的厝内底尔。不管如何，耶稣找遣即2个学生去牵驴仔囝，耶稣有伊背后的意思。其实咱会当知影讲，耶稣会当家己去牵，较直接，嘛较方便。咱知影讲，驴仔，是犹太人来讲，即个驴仔代表的是和平，驴仔代表的嘛是顺服甲谦逊。上重要，驴仔的工课就是地动来运输、负重运输。意思是讲，这驴仔无法度互人款待，亲像战马相共款，装塔非常的即个真水。因做的工课是粗重的工课。咱知影讲，有2位学生叫因的老母去甲耶稣跪，甲耶稣求。求讲要坐一王位边仔的大官的位。了后，主耶稣向12位门徒，甲因讲，啥物？甲因讲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就做恁的妻佣；爱做第一个，就做恁的奴仆。亲像恁主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。来赎回真侪人。虽然这福音书拢无记载即2位去牵驴仔的门徒是啥物人，总是我相信，即2个去牵驴仔的人，就是要来求王位边仔的位的即2位学生，雅各甲约翰。因为着个人的利益。叫家己的老母去甲别人跪，去甲别人求。我想耶稣除了教示因以外，是仰望即2个门徒，即牵牛仔的过程中间，会当因为即只驴仔来得到启示，看敢是要顺服、谦逊来跟对主耶稣。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面对苦难的时，
这12个学生甲伊拢无动心，甚至有人为着家己的利益。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时，离开耶利哥，有2位青梅比其他人更加清醒，知影耶稣是啥物款的弥赛亚。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，伊所坐的这个驴仔，虽然无地动，总是这只驴仔所在的是上尊贵、上重要的人物。当耶稣亲像君王，互人迎接入城的时，人人拢摕衫、摕棕树枝铺伫涂骹，喊讲何山那，何山那来甲欢迎。一众人欢喜的即个气氛下面，无人会当了解耶稣的心情，无人会当了解耶稣的即个心志，搁较毋免讲有人会当陪耶稣行到路尾，做伙来面对苦难甲十字架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喊何山那，代表讲俄勒主，感谢主。原文的何山那意思是讲恳求上帝的即个拯救。无毋对，耶稣确实是要来拯救犹太人，总是毋是照犹太人的意思。就安尼，耶稣无符合犹太人的期待，对原底的何山那变做化工要定义十字架。这是对咱一个真大的反省。咱欢喜的时阵喊何山那，上帝无照咱的意来成就代志的时阵，咱讲是会按耶稣化工定义十字架。耶稣伫伊传道的生涯，伊面对济的试探、拒绝、攻击甲苦难，所以伊会当体贴咱每一个人的苦痛。总是咱回头，特别是即个棕树主日，咱敢有法度来体贴耶稣当时的即个苦痛。换一句话，咱活伫现在，咱敢有法度去体贴咱身躯边的人的即个苦痛。主耶稣徛驴仔入城，伊并毋是为着娱乐，并毋是为着荣耀，伊伫世间所做的一切，无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、认同甲欢喜，因为伊所做的拢是照上帝差派伊去做的。今仔日咱读到伊为着咱众人的罪入去耶路撒冷，真正毋是为着要众人的娱乐。伊是为着人性命利益，伊恬静，伊孤单，家己来面对苦难，毋望会当通过伊的死来得到这场征战的胜利。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怜悯阮。因为你为着阮人的罪，你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实在是为着阮付出真济，迄是阮无法度去想象的。徛伫驴仔顶，众人欢喜欢呼，总是敢若伊一个人内心孤单。无人会当体贴伊当时的心情。主上帝恳求你怜悯阮，阮受你的呼召甲拣选，阮拢讲要甲你同死同活，总是阮的性命都有济济恼我需要对付，济济恼我、济济软弱需要治死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阮也未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款式，就是以温柔、顺服、谦逊安尼的一个款式。愿主上帝，你帮助阮，通过这段经文，倒一解用心、用神来体贴主耶稣当时的心情，通过安尼，互阮倒一解来反省家己。
主上帝，你为着阮牺牲遐尼大，阮敢有愿意为着你来改变家己，活出即个新的生命，就是基督的生命。愿主你的神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，特别是即个受难周，用即段话加做阮生命的帮助。愿安尼向你感谢，仰望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65首，圣诗第65首。天父可怜世人艰苦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天父可怜世人艰苦，打开救恩的路，这一生行救主耶稣，放世的人受苦，永远光辉献俾上帝，尊贵永远无替。即点，咱要来举行圣礼典、圣餐食。咱做伙献开圣诗366首。
圣诗366首，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。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，来领受主耶稣的体甲杯。上时，咱也请长老来准备来服侍。咱做来吟第1节的歌词，来陪伴咱的心。主你的身躯，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记那着磨担重担的，就跟我要互伊得到安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杯，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的迄暝，有摕饼祝谢，然后领受。只是咱嘛照耶稣的款式，做伙来感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的神即时教阮三甲伫地，因为阮要通过即个饼甲杯来甲你同心。虽然这是一个仪式，总是阮毋忘通过祈祷，你的信心就充满伫阮的心内，成做阮的帮赞，成做阮行即条得胜的道路的准绳。愿阮等的所行一切，拢得到你的甘纳。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逐摆食的时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你甲我来拍破。
逐摆遮个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你甲我的罪来拍破。逐摆遮个时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咱请长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摕到饼的时，你得爱详细来思想、来考虑，因为今仔日你要食即个饼，就表示讲你要经验主耶稣的死甲过活。你要食，爱必须下决心。假使讲你并无打算经验基督的死甲过活，你无打算来对付家己，你无打算活出耶稣基督谦卑、温柔、顺服的即个款式，牧师考劝你，毋通滥散食，你宁可劝呢，毋通啉食家己的罪。所以摕到饼的时，爱下即个决心，爱思考清楚，因为咱是伫主上帝面头前食即个饼，来表示要甲主耶稣同心。各位兄弟，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你甲我的罪所拍破的。照牧师头我所讲的，你若是有下决心，你着用安尼来啉食，咱做伙来领受。即个杯是新约，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恁大概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即个杯是新约，是用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所留来设立的。逐摆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咱请长老。各位兄弟，当咱摕到杯的时，
相共款详细来思考，因为即个杯代表的是甲主耶稣来立约，即个杯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耶稣的宝血掠砍咱每一个人的罪，互咱伫上帝面头前，互伊看做好，看做义。总是咱敢有通过即个掠砍，咱学耶稣基督和平、了赦、原谅、宽容安尼的性质。当咱得到别人的了赦，得到上帝的了赦，咱敢有要白白安尼去了赦别人？即个杯是新约，咱爱下决心。当你啉落去，就是甲上帝立约。你若是无拍算要来行安尼，你若是真正无法度来抗原谅、抗赦免，你会使无啉，毋通啉食家己的罪，毋通因为即个约来得罪上帝。请咱摕到杯时，用祈祷来下决心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杯是新约，当咱啉落去，就是甲上帝立约，甲耶稣立约，要学的款式来下了赦。你若下决心，咱就做伙来领受，请。咱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主耶稣的死。直到伊阁来的审判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怜悯阮。虽然阮自称是基督徒，阮享受伫你正确恩典下面，阮享受伫你的疼的中间，总是回头来思想。阮欠亏你济济，阮无白白安尼去款待别人，阮嘛无对付家己，互家己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。阮无来追求同死共活安尼属灵生命。愿主上帝怜悯阮，总是通过即个受难周，愿上帝都互阮一摆的机会，甲主耶稣来同行。来体贴主耶稣当时的即个心情，毋望通过安尼，阮会当伫你面头前认罪悔改，倒一摆来弃掉你的即个脚步。愿主你的神通过饼甲杯，安尼来提醒阮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的圣礼典就到这。
奉献，请柯明伟执事甲陈碧妍执事来示献。请咱起立来准备吟奉献的诗。这是来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。伫周报的头前，我念一句，请咱来念两解吼。爱做头的，伊要做恁的奴仆，亲像人子来，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搁显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。马太福音20章27到28节，请。爱做头的，要做恁的奴仆，亲像人子来，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搁显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。马太福音20章27节到28节。爱做头的，要做恁的奴仆，亲像人子来，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搁显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。马太福音20章27节。咱来掀开周报的第1页，是咱顶周聚会的状况，甲下周侍奉人员的状况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2页，周间的聚会甲进行课程、请咱家己来看。第3页有小组的聚会，咱家己来看。第4页是奉献的证明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假使后订单的，请中集来讲吼，中集来讲。消息报告：本主日是中秋主日，受难周的开始，请兄弟准备心，甲主同行苦路，并参加
受兰州的逐项活动。第二点，第一场、第二场举行圣礼典圣餐式。第三点，下晡1点半伫701会议室要召开教育部团契辅导委员会会议，请下列人员出席，敬请省略：陈祖德、余继平、陈伟明、吴传兴、刘文香、黄文光，并邀请陈牧师列席。第四点，下晡12点半伫701室要召开夫妇甲妇女团契联合聚会题目分享，明霞甲文公讲。主日4月21日是国外节，他做伙来庆祝主耶稣基督国外的日子。教会消息：第一，2019年受兰州聚会周间聚会。第一点，4月17日拜三的小组，咱伫各小组照常举行，也是照个人伫家庭来聚会。第二，4月18日拜四，受兰州的培灵祈祷会，地点伫6楼的副堂，暗时8点开始。第三，4月19日拜五是新德中会北一区受兰州联合圣餐礼拜，伫咱的教会暗时7点半就开始。拜四是8点开始，拜五是7点半开始，请咱会友来注意。第二点，教会圣歌队的 CD 圣乐 CD 是本着将听传出去，将好消息福音传出去，照着俄罗上帝的诗歌分享予亲友、慕道友，也是未信者。欢迎会友踊跃来索取，每片奉献100块，若需要的，请咱到6楼来索取。第三，107年奉献证明的需要奉献证明的会友，假使后壁也无，请咱6楼的办公室财务干事来登记。具体消息，本会张喜发兄弟伫4月7、8拜一望主文调，定伫4月20日下晡1点伫中立电益园正界纪念会馆奉孝厅举行安孝礼拜，请为家属来安慰代祷。家属也有准备一台游览车伫12点要以前12点要对教会来出发，所以也要参与的人伫12点以前来到教会，请咱也伫后壁来登记。教界的消息：4月28日下晡3点，刘俊益传道上任骄爱教会第一任的牧师会受一感恩礼拜，邀请咱。第二，2019年新德中会转化教会7部小组教会演习会，伫5月17到18，伫中立教会来举行，报名到4月30截止。以上报告，请牧师来补充。这个介绍，一只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做伙聚会的这个兄弟，一只有一位赵玉志弟兄，咱伊家伙来到咱中间，咱甲欢迎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倒另外一位是蔡颖琪姐妹，在这当中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请咱今仔日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，等下咱11点半6楼有爱餐，会当做伙去遐来享用。一只牧师要为着一个细囝来做即个祝福的祈祷，伊是李仁智、邱丽珍，因翁仔某的即个囝儿李子琪，咱也请因
来到咱的头前。虽然罕得有人是即个受难酒开始的日子啦吼，不过即个日子是特别的，即个特别是，请咱会友做起立好无？来面向牧师，面向牧师，好，咱做来为着因来祝福，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守护互人子甲丽珍安尼一个上好的产业支持。是即个特别的日子，伊抱着伊的细囝来到众人甲你面头前接受祝福。愿主上帝你的神甲即个细囝支持三个伫地，亲像主耶稣所共款，一世人有你的神甲伊三个伫地，会当互伊逐所在都当得胜。也愿主上帝你的神会当充满伫即个人子甲丽珍因的心中。会当互因常常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伊的即个细囝，幼稚伊，也愿通教会将即个细囝当作是家己的囡仔相共款，常常关心、扶持甲帮助。愿主上帝你的祝福降临伫即个家庭，互因因为得到即个细囝，即个你手术上好的产业，互因得到欢喜。互伊得到对即个生命的即个快乐，阮安尼向你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会长请坐，好，咱向后转。倒一摆来介绍吼，这是人子甲即个丽珍的细囝，吼子琪，李子琪，咱用普声来欢迎即个新生命来到咱的教会。好，咱请咱回座，谢谢。上吟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，吟诗煞请牧师祝祷。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一行到这条正常的路途的顶悬，会当互阮常常经验基督的死甲过活，互阮用基督的形象，常常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主耶稣是你的港湾。
电乐列岛。请咱平安礼，请咱起立，讲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